按对细汉培养吼，其个想象力将要较好啊。日本就选啊，你啊，画图是观察自然。到礼拜三，教职员美术班的小朋友请其他各阿公的出现，因为今有时间拿起画笔画出今日来的心情。你喜欢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哈，不要晒太阳了。教职员的中庭就会金比个画图教室，有人坐到顶上画，有人係坐到天底下，也係鋪金畫。涂了片好畫圖係當自由界，拄到有唔曉嘅素材，各阿公就到選項。这个是什么？石头，石头可以用描的，这样会吗？好去。小朋友講嘅各阿公，就係個教職員特別請來嘅美術先生郭啟康，也係呢片嘅民生先生。因為40歲嘅郭啟康，喺中埔畫壇有名，算係太史級嘅人物。唔過，佢嘅身份，怎麼嘅係冇同教職員呢片教人？如果都太好呢，佢嘅想象力就冇以後啊。就青春要就是觀察自然，啊，佢能認真觀察。佢個印象都不深刻，印象哈，佢都高中迄期嘛還記得咯，不要跑出來哦。慢慢畫會不會？換你。畫圖天出來自細就學，係郭啟康教學嘅原則，所以你下期教學生差唔多攏變到教職員嘅小朋友身上。字意。是學教學嘅，美意無那時間，學教無那個時間所以講幼稚園是較細漢，較有時間。到初中去咧，發咧大概做愛文科、理科較重要。郭啟康話安尼講，除了係對一下教育體制嘅希望，也係感慨自家圖畫圖嘅路行，無法度受到正規教育嘅遺憾。國民學校5年生，就坐落去就印白，我是印錯嘅印白，冇人教我印白，都俾人拿筆3張5張那冇我老師看，我老師講你講好啦，你是拿全省畫畫、兒童畫畫、學生美展是多點就來，咁樣我就講，個對畫圖佢有刺目呀，佢有個天才一樣啊。不過每項嘅郭啟康並無繼續向定畫圖嘅興趣發展。高上畢業嘅期就必須出社會做事，條路彎過一道，唔過較長嘅時間攏會到市計程車。郭啟康同有閒嘅時，還會畫下那民間藝術法傳到外水。可比講日級日千萬人，我這個畫圖因為畫了千萬人，安尼我都可以配合日級เลย嘛。雖然無完全變下畫筆，不過離畫家嘅境界還係有一段路。而直到34歲嘅每一日，拄到當時有名嘅畫家一火上，將本郭啟康嘅人生有了重大嘅改變。我送氣血送到幾不卡，還看到那個大畫家出來會，咁樣我細學咁樣是看到佢嘅教科書嘅，佢個個地了。我講老師，我小學生嘛，佢講我冇啦，冇小學生啦，唔係啦。還是用頭腦的呀，乜個頭腦？是有個我當然有車啊，我有車。但禮拜再唔出來畫圖啊嘛，佢講好但佢海岸啊、山啊、依山啊，萬里去，都沒有。佢都變成畫，我咪都變成畫了呀。30歲嘅郭啟康，都得到太史嘅指導過後。功力進步當多，也常常到畫壇出頭天。連續15年，把6000塊客，
参加日本、法国、全世界所有的比赛做下去比赛，得奖都入选。敢若日奖到第2名，日奖到第3名。啊，优选呢，佳作的上外奖。司机画家那个名声，对后生就如此称定郭其康，也就係因為設計嘅畫圖路項同拍攝有條無相關，所以對於畫家嘅事業，郭其康也有其設計嘅看法。一個畫家應該要關心人哋嘅社會，人哋嘅教育、生活有進步冇進步，他這擺要行那條路，他這代人要行那條路。必須要有社會責任，係對同業嘅期望，也係對設計嘅鼓勵。按你嘅想法，郭其康同佢表現到突發項。咱台灣2萬嘅人，大概當年嘛都撞來撞去，當年嘛錯親切，親像風箏安尼，連尾接過來，連尾飄過去，一條手通牽起，到暗咧唔過叫你，天光好一杯風啊！是咧社會底層嘅勞工階級，因為財錢同險刺，又含有貴人嘅天數，郭其康變做有豐富經歷嘅藝術家。國家因為這條過程，佢還有一份當作畫家所無嘅社會關懷，唔單止設計畫，佢要透過美術教育發揮美嘅影響力。